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1月5日至2026年1月9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2026年首個交易日，港股迎來強勁開局，恒生指數大幅上升超過700點，重返並且企穩喺26,000點關口以上，創出近期高位。呢個開門紅主要由騰訊、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領漲帶動。恒生科技指數表現尤其突出，投資者對新一年部署信心明顯提升。假期過後，機構資金重新配置，市場氣氛明顯好轉，技術走勢轉強，資金回流跡象浮現。再加上減息預期升溫，短期反彈動力充足。如果升勢可以延續，恒指有望呈現先低後高走勢，逐步挑戰27,000點附近阻力位。內地製造業活動結束連續收縮，重新返回擴張區間，為港股提供穩固嘅基本面支持。投資者基於2025年正面嘅獲利經驗，繼續看好港股部署。假期相關憂慮逐步消退，尤其北水預期會重新轉為淨流入，將進一步推高成交量，同時改善市場流動性。科技股回穩唔單止支撐大市平穩向上，亦帶動整體投資情緒升溫。喺慢牛趨勢之下，恒指穩定企喺26,000點大關之上，預料喺熱錢回歸，又冇重大負面消息干擾嘅情況下，有機會順勢上試26,800至27,200點區間，投資氣氛有望再提高一線。不過，雖然首日升幅顯著，但成交額只係大約1400億港元，未能突破1500億水平，反映升市動力仍然未算充足。有部分分析認為，升勢過急，加上北水尚未完全回歸，短期內喺26,500至26,550點附近，可能會遇到一定阻力。投資者需要保持警惕，今年市場環境仍然複雜多變，後續或會出現調整壓力，特別係下星期有重磅經濟數據公布，可能帶來回吐風險。亦有少數觀點對上週五急升之後，本週走勢持較審慎態度，擔心出現溫和拋售或者調整，甚至預測週初可能會下跌。整體嚟講，雖然開局氣氛樂觀，但投資者仍然宜採取較保守策略，小心應對潛在波動，密切留意後市發展。